大家有冇諗過一個蘋果、一對鞋、一條金魚同埋紅綠燈之間有乜嘢共通點？當我哋透過感官嚟認識世界，並嘗試理解外在事物嘅時候，往往會發現佢哋截然不同，好難可以揾到共通點。感官世界睇起上嚟好混亂，但係透過理性，我哋可以喺混沌之中發現佢嘅規律。哲學家佢哋認為，儘管萬物表現出非常唔同嘅特質，但係佢哋嘅背後或者隱藏住某種相同嘅原則。Hello， 大家好，我係 Jason， 歡迎大家收睇 J 式會社。如果你係第一次嚟我嘅 channel， 呢度逢星期四晚10點會有新片。依家主要分享哲學史同埋唔同哲學家嘅思想，未來仲會探討歷史同埋其他有趣嘅知識。如果你對呢啲內容有興趣，記得 subscribe、like 同埋 share， 支持我製作更多嘅影片。多謝大家。今集嘅主角德謨克利特提出咗一個影響深遠嘅理論，佢話萬物都係由唔可以分割嘅基本本源原子所構成。呢一個概念提供咗一種解釋，說明點解一啲看似毫無關聯嘅事物，或者有某種我哋肉眼冇辦法直接觀察到嘅規律。上一集我哋探討咗阿那克薩哥拉嘅哲學思想，特別係佢嘅種子論。佢認為萬物都係由無數微細嘅種子組成，而心靈就負責推動宇宙嘅運行。然而呢一種觀點其實係咪可以更加進一步發展？今日我哋要介紹嘅哲學家德謨克利特繼承並發展咗佢老師劉基伯嘅理論，提出咗一個更加接近現代科學嘅學說——原子論。德謨克利特同劉基伯兩師徒共同創立咗原子論學派，並奠定咗自然世界嘅唯物主義理論。佢哋認為萬物都係由無數唔可以分割嘅原子組成，而呢一啲原子喺虛空入邊互動、碰撞同埋結合，最終構成世間嘅萬物。德謨克利特嘅原子論唔單止影響咗古希臘嘅哲學，更加喺千幾年之後俾科學家重新發掘，成為現代物理學嘅重要基礎之一。今日就等我哋一齊嚟探討佢嘅思想，睇下佢點樣用原子嚟解釋呢個世界。德謨克利特大約喺公元前460年出世，佢嚟自色雷斯地區嘅阿布德拉，即係現今嘅希臘東北部。佢為人出晒名，樂觀開朗，被稱為笑口常開嘅哲學家。據說佢活到80歲以上，甚至有記載話佢超過100歲，喺當時嚟講非常長壽。大約喺公元前440年或者430年左右，劉基伯喺阿布德拉創辦咗一間學校，德謨克利特就成為佢其中一個最突出嘅學生。然而，由於現存嘅著作入邊冇確實嚟自劉基伯嘅作品，因此我哋好難區分邊啲思想係源自劉基伯，邊一啲係德謨克利特嘅主張。根據後世嘅記載，德謨克利特曾經寫過大量嘅著作，涵蓋倫理學、物理學、數學、音樂同埋天文學。然而佢嘅作品並冇流傳到現代。我哋對佢嘅思想主要係嚟自後人嘅引用，同好多早期嘅希臘哲學家唔一樣。佢嘅關注點並唔係宇宙嘅本源或者神嘅意志，而係純粹由物質嘅組成同埋運作嚟解釋世界。佢曾經遊歷過好多國家，甚至有傳聞佢去過埃及、波斯甚至印度，吸收各地嘅知識同埋文化。德謨克利特認為世界萬物嘅基本構成係原子同埋虛空。喺希臘文入邊，原子係指堅固唔可以再細分嘅微細粒子，而虛空指嘅係絕對嘅空無一物，係物質存在同埋互動嘅必要條件。呢一啲原子喺虛空入邊不斷移動、碰撞、結合，並形成我哋所見嘅萬物。當物體毀滅嘅時候，構成佢嘅原子並唔會消失，而只係會重新組合並形成新嘅物體。因此，原子本身係不生不滅、永恆存在嘅。德謨克利特認為，如果物質可以無限分割，咁樣最終唔可能會有穩定嘅實體存在。因此，世界必然係由最終唔可以再細分嘅微細粒子原子所構成。原子嘅排列方式、形狀同埋活動決定咗物體嘅性質。例如，當某一樣嘢嘅原子同人類鼻入邊嘅原子互動嘅時候，就會產生嗅覺。
我哋所感知嘅形狀、顏色、氣味等等，其實都係原子唔同組合方式嘅結果，而唔係物體本身嘅內在特性。根據原子論，原子嘅數量係無限嘅，但係佢哋能夠結合形成嘅物質種類就有限嘅。咁可以解釋點解我哋喺世界上淨係見到有限數量嘅物質，而唔係無限咁多種嘅變化。德謨克利特嘅學說並唔牽涉任何形式嘅神，佢嘅原子論本質上係一種唯物論。唯物論主張世界嘅基本成分係物質，所有事物包括心靈同埋意識都係物質互相作用嘅產物。因此呢個理論帶有明確嘅無神論色彩。佢認為萬物嘅變化只係原子喺虛空入邊重新排列嘅結果，並冇任何超自然嘅力量干預。呢一種觀點同巴門尼德形成咗強烈嘅對比。巴門尼德認為不存在者不存在，即係虛無係冇可能存在嘅，因此世界嘅本質係單一而且靜止不變嘅。然而德謨克利特同埋劉基伯認為物質嘅變化同埋互動好明顯係存在嘅，因此必須要有一個空間嚟容納呢一啲原子嘅互動，於是虛無一定存在，而且原子可以喺虛無入邊自由移動。相比之下，巴門尼德主張變化只不過係幻覺，而原子論者就反駁咗呢一個觀點。佢哋堅持變化係真實嘅，並認為萬物嘅形成同埋轉化都係源自於原子嘅互相作用。同巴門尼德嘅變化只係錯覺嘅觀點唔同，原子論提出嘅係無數個永恆不變嘅原子喺無止境嘅互動入邊構成不斷變化嘅宇宙。德謨克利特嘅學說雖然喺當時並未獲得主流哲學嘅認可，但係就成為咗近代原子論發展嘅重要基礎。同我哋之前討論過嘅哲學家唔同，德謨克利特同埋劉基伯嘅理論唔屬於一元論，亦都唔屬於多元論，而係獨立於兩者之外嘅原子論。佢哋開創咗一個全新嘅方向嚟解釋宇宙嘅形成同埋本質。我哋上一集討論過嘅阿拿克薩哥拉認為萬物係由無數唔同種類嘅種子組成，但係宇宙嘅運行並唔係隨機嘅，而係由心靈呢一股理性嘅力量推動，維持住世界嘅自然秩序。然而德謨克利特完全拋棄咗呢一種目的論嘅主張，佢提出宇宙嘅運行純粹係原子喺虛空入邊遵從住機械式互動嘅必然結果，並冇任何神秘力量或者目的可言。此外，佢哋兩個對物質嘅基本單位亦都存在根本性嘅分歧。阿拿克薩哥拉認為萬物可以被無限分割，因此並唔存在最細嘅物質單位。相反，德謨克利特就主張原子係唔可以再細分嘅基本物質單位，仲係構成一切物質嘅基礎。喺哲學嘅角度嚟睇，阿拿克薩哥拉嘅心靈概念傾向於唯心論，即係強調意識或者理性係宇宙嘅本質。相比之下，德謨克利特嘅原子論就屬於唯物論，佢主張世界係由一種基本物質原子所構成，而唔係任何外在嘅主宰力量。阿拿克薩哥拉同埋德謨克利特嘅理論有三大核心嘅差異。第一係本源。阿拿克薩哥拉認為萬物係由無限多種嘅種子組成，而種子可以被無限分割，並唔存在最細嘅單位。德謨克利特就主張萬物係由唔可以分割嘅原子構成。第二個差異之處係原理。阿拿克薩哥拉認為萬物嘅互動係由心靈推動，令到宇宙有秩序咁樣發展。德謨克利特就認為萬物嘅活動完全遵從住機械原理，純粹係原子嘅碰撞同埋結合，並冇任何嘅目的性。第三個差異係變化嘅方式。阿拿克薩哥拉認為唔同嘅種子混合產生各種嘅物質，德謨克利特就認為唔同形狀大細嘅原子組成唔同嘅物質。綜合嚟睇，阿拿克薩哥拉嘅宇宙觀仍然帶有某種目的論嘅色彩，而德謨克利特就徹底拋棄目的論，奠定咗後世機械唯物論嘅基礎。兩者嘅思想唔單止影響咗古希臘嘅哲學，亦都成為後來科學同埋形上學發展嘅重要分歧點。德謨克利特嘅原子論同現代嘅原子理論有唔少相似嘅地方，例如德謨克利特認為物質最細嘅單位係原子，呢個同現代科學原子嘅基本概念相似。德謨克利特主張物質之間嘅差異嚟自於原子嘅形狀、大細同埋排列方式，呢一樣嘢同現代化學入邊嘅分子結構決定物質性質嘅觀點都有相似之處。然而，
佢嘅理論同現代科學仍然有明顯嘅差異。例如，第一，原子嘅單位，現代科學發現原子其實可以進一步分解為質子、中子同埋電子，而德姆克利特就認為原子係唔可以再分割嘅基本單位。第二係缺乏實證嘅基礎，德姆克利特嘅理論主要係基於推測，並冇數學同埋實驗嘅證據嚟支持。相比之下，現代原子理論就建立喺精密嘅實驗同埋數學計算之上。德姆克利特認為萬物都係由原子構成，呢一個理論並唔係源自感官嘅經驗，而係透過理性思考推論出嚟。只有運用理性，我哋人類先至可以喺自然界睇起上嚟好似冇規律嘅運行入邊，發掘出佢內在嘅抽象秩序。因此，自然哲學並唔係淨係依靠感官經驗嘅觀察，更加需要運用理性嚟揭示世界嘅本質。儘管德姆克利特嘅原子論喺古希臘時期冇被廣泛接受，但係佢嘅思想並冇被遺忘。喺近代科學革命嘅期間，原子論重新受到重視，為現代科學嘅發展提供咗重要嘅啟發。喺17世紀嘅時候，科學家約翰道爾頓提出咗近代嘅原子理論，進一步證實咗德姆克利特某啲假設係啱嘅，顯示出佢對科學嘅長遠影響。你哋覺得德姆克利特嘅原子論係咪真係預示咗現代嘅科學，定係佢只係咁啱得咁巧講中咗？歡迎留言分享你嘅睇法。經過8集嘅探索，我哋深入探討咗早期希臘哲學家對宇宙本源嘅探索。呢一啲思想唔單止奠定咗西方哲學嘅基礎，更加開啟咗理性思辨嘅傳統。呢一段自然哲學嘅旅程即將喺哲學史上暫時畫上句號。下一集我會將之前8集嘅重點內容濃縮成一個自然哲學終極懶人包，幫助大家可以快速回顧呢啲影響深遠嘅哲學思想。然而，哲學嘅發展並未止步於自然哲學，哲學即將有一場重大嘅轉變。我哋下集見。如果你中意呢條片，唔記得 like 同 share 俾你嘅朋友，大家一齊探討哲學，同埋 subscribe 呢個 channel。我係 Jason，下次見。